先謝謝謝，包括我沒有大家，好嘢，我影相大家喺高處面過嚟啊，請翻出嚟啊，呢個大啲嘅事情啦，多多支持呢個係啊，大啲係好嘢好嘢，係啊。前輩級人物，哇！兩樣一生一世都支持我哋嘅，謝謝謝真的很好玩，这你真的呢個係個小妹妹畫嘅，請係黃院長啊多多指點，佢寫嗰啲個青島龍山，上邊嘅太陽山，咁啊舊年有剪過，不過今年就只係進步啲啦，難得。呢個都經過佢兩次啦。今年寫鬆一點點，今年寫鬆一點點，這眼力還好啦。不用戴眼鏡，不戴眼鏡，戴眼鏡沒辦法寫的。不戴眼鏡寫才靠感覺的，才有力。做一生活就可以。戴眼鏡反而那個不準，那個我戴眼鏡就寫唔到，因為唔準啊。今年都寫鬆一點點。我哋好誠懇啊！阿姨真係睇我哋嘅嘢唔得難得。我哋先我哋啲僆仔嚟嘅啫。僆仔，僆仔嘅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要堅持寫。呢個都係佢嘅小妹妹畫嘅。多謝啦，多謝。以後呢個年輕人接翻㗎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我呢有前過，今年係第二次啦，係提升嘅。我哋向院長學習精神，堅持啊！哎呀，老大嚟㗎啦，前輩級人物咯。你这画得不錯，書法要多練。是，重要，這個重要。要做功夫啊，要努力啊。手畫，呢張是好嘢嘅。有咩就提下意見啦，要注意乜嘢？俾佢有啲方向。有先要寫公務啲啊，或者點啊？緊湊啲，緊湊。你呢寫尖島啊，山尖島山，唔錯啦。
幾時畫㗎？啱啱最近3個月前猜手實實。出生㗎，啊，好嚟嘅。努力，一定努力。你不如要爭取向你學習。即係有個文配彩，即係兩個方案啦，一個係寫實啲，一個係寫通俗啲啦。嘗試下睇下啲實方面綜合法佢寫天佢飛到嚟㗎，喺河南廊州啊，河南省離安陽因為包括文出好嘅地方接近。咁就喺就係北泰山水嘅始祖經過嘅地方，經過玉山。嗰邊咧係嗰邊啊，呢個係開攞咗啦嚇。好近呢個收。好近呢個。最聰明啊！有一年啦，佢好多作品，因為就年頭等於年頭畫嘅咧。新年嗰陣喺個鄉下畫新會嗰度，個鄉下新會啊嘛，嗰個閉關。佢停車叫我行嚟先。哇！你講嘢喎，真係吹風，仲要通知我哋接你啊嘛。甜糖啊，有時咁啦。真犀利，你真係難講。